永远拢会记。有力。五百。东干仔店上班啦！杨金车安尼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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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阿豆，老友谊，嘿！安尼啊，你的印象？目睭较好，目睭较好啊，一定就是啊，你拄只一组，即摆搁要一组？我拄一个默契就好呀。袂歹啊！我这真正不什么？时间到。哎，小等下，迄拄只换机会也无甲我讲，也无要管，无公平哦。加3分钟。嘿，小姐，2分钟。你踢骹球哦？2分钟。那无讲好阮几分钟啦？2分钟啦，2分钟。报数甲你处理一台海去的卡梅拉，你加啦！你加呀！好白啊！到位啦！哦。我快点拍来。哎，这是我第4届来教伊啊！哎呦，这有缘哦！啊，我教你出任务第2届呢。第2届、顶届哦，表现了上好啊！上好啊2个性感甜心、性感人妻啊呢。你刚有性感？刚那是无啦。哇！你知影这届任务是啥？对。拢无人诶，系啊，看起来遮敢若真安静嘞吼。咱是安到另外一个，阿公又伫遮。无啦，这个家己的心讲什么另外一个时空。这那拢真正无人呢。你来看，遮久啊，较一台火车为遮过。还有，这人是啊，阿种，你敢有看到人在开？你看到人在开吗？等下，空中飘出了这个杯，蜜鸡鸡，不是啦，鸡蜜。哎呦，Top secret， 就是。这里名念哦，secret，秘密啊，秘密啦。行几半步，踅几半步，无人啊，都飞一个鸡蜜出来。这半边这是啥？哎，任务卡，咱的任务啊，出现了。请结合在地风情，等2位广告公司的员工来。这块半冰，哎呦，这里念冰，冰。哎呦，我讲迄汉姆。你这算残额不费呢？半冰的车票，这是车票。你顶一摆用拍是当时？我袂记这啊，袂记啊？嘿，应该念咪吼，你就讲拍一摆啊。哎，我较乖，较乖。哎，这是车票，是恁小人的信物，小赌的时阵，甲信物交互因啊。我讲，那有可能咱好较简单就认着咱。安怎讲？咱来吼，小安尼吼。为西装打扮一下，互因认袂出来，咱互因找一下。该西装打扮？嘿啊，对啊。你卖互认出来就对啊。我帮你找，像我较有低调无？你比底下来。谁来？我哋低调，人会认袂出来。世人找袂出来。安尼哦，内底拢我亲戚哦。好紧，我甲你讲。就是安尼。好。行。手开。今仔要到啊！咁是这边。对，敢若是遮。头前。这边，较过去，较过去。安尼会使，好。哎，你收拾啊！到位啊！哇！哎，是车站呢。对，班头车站。你就唔免塞车来啊，坐车来就好啊。哇，这涂骹这拢足水的呢，这搁有花无？啊，搁有这车头安尼。这边有花。无位内面看卖。好。这敢有？这应该是互人咧参观的吼。哦，对吧？嘿，这到欢迎来到嘉义，恁的任务列车会伫9点40分入站，请伫时间内找到恁的车票。阁有2位特派员顺利上车，祝您好运。有爱找特派员，爱找
完，加车票。车票，好，好啊，我先为这内面。唔是啊，车票遐细张。安尼地毯式搜索。好好。这边售票处应该是伫遮。这根本会使拍开。屁嘞！搞骗，还是伫外口？外口，阮去外口找看卖。这康内面。这是一条歌，是吧？若是火车转来是带来旅客加心机，大家感受是啥物？台湾故乡人情味，嘛是火车已经到车站。这是别条歌啊！哎，有这明显的吗？哎，是遐简单就找着。哦，你拄则安尼，不是，我拄则想的车票是安尼这细条，这是嘿，遐大张啊，哪些？那是成人安尼。即马搁爱找迄个，这敢若是半张尔。对哦，地派完。这本已经完成。完成啦，啊，即马阮为遐找好啊，遐敢若较有路有无？哦，哎，这够水的，来山猪。来山猪个，哎，你徛遮，我甲你斗翕相。好，你摕者，哎，安怎？有你伫的就好，你八弟甲我翕，都唔知你翕啥我。嘿啊，你甲你翕照长腿的，嘿哦，哎，智能衫。啊，架高水小等下哦，1、2、3。有水无？有水。水，高水。哎，好，袂糊啊，袂使搁算啊，袂使搁算啊，紧个。阮会伫拍完一道。袂糊啊，啊你倒位哈？哎呦，水沟牛诶，来啉茶啦！啉茶。啊，伊拢叫阮水公牛呢。水沟牛当然水沟牛有水才水当当啊！你知影阮是啥哈？唔知。伊叫当啊，我叫吴山，你好。当啊，嘿，当啊。当属什么当啊？嘿，你安怎称呼？我姓吴，啊名叫做水。阿水哥，阿水哥。阿水兄。阿水兄。好，来啊，请坐啦，恁茶茶好无？5分钟以内，阮来介绍阮的。我有学生要走啦。好嘞啊。头一摆见面，我好打。当的嘛。嘿。吼，珊嘛。珊。啊，永远拢袂记住。有哩。说真的，哎，这叫做行动干妈店。哎呀，行动干妈店上班啦！是阮两个上班。来哦，哎，好食的好。来哦，哎，好食的。来试试。哦，汽水哦，阿妈飘哦。袂啊水。来哦，好食的拢白粉果啊，白粉兄啊。啊，恁两个，水呢吼。安尼会啉酒哦？系啊。你敢知我啥？聪哥。安尼会啉酒哦？安尼会啉酒啊？哎，所以两位是 boss 派来的吗？伫派完，你敢是伫派完？啊，无你两个是来这边耍。系啊。你当作翻来新疆才佚佗的。来，快买。剁空的啊！来剁开。你看。哇，你无客气呢。枪，这敢是枪？啊，这叫做空气枪安尼。空气，哎，对，迄空气的，空气压缩炮，哎，对。我。哎，足厉害，好来。智能衫。剁空。哎。我给南木呢？南木呢？来，我生这。来，哎，这样来开你会开无？咩啊？欢迎两位。哦，你无去夜车上班？你两个伫拢无正经，我爱找物件。我来找车票。这囡仔迄当阵的真正有影，南木呢这偌好啉你无咧听我咧讲话啊？这就甲你讲人受殊途就是安尼。系啊，我袂甲你讲，迄伫车顶啦。你你咪讲出来啊！你嘛人讲伫车顶，人就知影讲你讲伫迄个汤仔饼，迄个汤仔内底。干安尼？你怎么对啥了袂讲？我变汤在内面。晓得啦，嘿啦。吹掉啦！你这样哎，这讲有法度甲斗做伙，讲可能，咁就是。
是呢。这个几分啊？四台分了，没付啊！回家了，被车票，回家来了，被车你的啦，哎，音乐啦，回家来了，被车你加较紧的啦，进来叫。哎，我卡丢筋啊啦，是安怎啦？为什么收车？走不两步。来，哎呦，卡丢筋啊！你直接回车要创咩啦？危险呢！我你弟弟晒，我没上车。就问你，啊，这是啥物车？哎，火车伫铁机啊路面顶，你对，走伫车路。所以我甲你讲一个故事，这嘛是阮这个社区的无奈啊。来，咱来头前。哦，来。我甲你解说哈，咱这个社区啊，曾经就是因为当初是拿设这个5分车店来欢迎，就是讲做闹热的嘛，对吧？火车即马无咧开了嘛，伊当初是这个火车是咧载甘蔗。哦，甘蔗，做糖的甘蔗。对，咱北港有糖厂，啊，伊会去载甘蔗去北港制糖。哦。啊，即马无咧开了，全没落嘛，较无人来了，对无？啊，所以咱这个居民嘛，足希望真正的火车，有一天会倒来，所以真正火车倒来，伊就袂行伫这个马路，互恁来堆了，恁来堆铁机啊路。哦。所以这是恁的希望。这是5万啦，5万讲，咱上少有一天真正的火车倒来，啊，火车倒来，伊就带游客入来啊，啊，入来的时阵，这个社区就闹热滚滚啦，啊，所以你看，才有一句话啦，这其实吼，这嘛是一首歌啦。你敢袂晓唱？我唱歹听，安恁唱较好听啦。我这是领导就好啊。我要是听我嘛我歹听咧。咱一个互大家去，若是火车倒来的时阵，伊会带来旅客。升机，就闹热嘛，对无？啊，大家会使感受是啥物物件？台湾故乡人情味啊！哦，这条曲吼，足歹学，我学100遍，到这嘛学袂起来。我拄则有唱，我唱互你听。我再教你一个。若是火车已经到站，我被笑，过来。若是火车转来时，带来旅客甲升机。大家感受是啥物？台湾故乡人情味。对啦，来，叫小强来唱。煞来，唔得听到无静的喇叭声。要听喇叭声，咱就就车。来，袂歹哦，真正有意思哦，啊，真有心嘞吼。啊，再个一个车头呢吼，帮头车站跟帮头。啊，等下我想对了，啊，你敢有买票？有。哎，这，啊，那行半站。哦，水啦。那些车就是这台啊。啊，成人，这不是 K4 啦，这是成语4啦。4个啦。啊，恁两个成人，因两个。你的意思敢是讲吼，阮买4张票嘛？对。但是阮只有1、2、3、4、5、6个啦。通过，使对。就车。跟有验票呢。啊，我拄啊演舞台剧演煞，就是演到迄个咱叫拿皮的火车啊，以早叫冰块车嘛。迄是我细汉时阵的足深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是我细汉时阵的迄个回忆。一时啊，我会想讲，哪有可能？安尼迄火车毋是爱使行铁机仔路，安尼行到迄个车路顶悬安尼哦，嘿，是咱遮真用心的一个设计，我感觉真好咧。火车要走啊吼！恭喜恁顺利坐到拿色的列车。今仔日第一个任务就是坐列车进北万头厝，这个充满情怀的社区，欠缺互人发现的机会，请大家吼爱好好记录这的特色，唔通袂记哩。沿途会使摕手机啊翕相做记录，若准备好，咱的列车就要出发咯。欢迎大家今仔来坐这台车。我甲你自我介绍，那我是车长。我是叫做光哥。光哥你好。啊，像你今仔开这张车票，这是用土烧的，啊，这摆是咱这个社区的特色。啊，这用土烧的，是。啊，所以咱这是啥物做的？所以咱这个社区，你咧坐火车的过程中有足侪，吼，你看
甲土有关系哦，高指小啊、剪念啊、马赛克拢伫遮。啊，咱今仔日会去带恁去看一个，咱这陶艺大师。哇！好安尼哦。对对对。真正的咧，规路拢是咧。沿路拢是，你看，真趣味有哦。哎，我那有白云的。我白云的迄个，你有专属的迄个椅仔咧。谢谢啦。差伊来签名呢。哎啦。伊仔来签名。哎，签落规个椅仔都帮你。啊，即摆咱看这边吼，遮你看，遮有足侪，有看到啥物？哦，牛嘛，对无？哦，对对对。啊，咱等下遮小可落车，咱来讲一个故事者，为什么遮会赞你坐牛一遮？你看伊牛车徛伫牛拢甲迄铁架路砸掉咧。对对，你看，这就是咱进步，牛车咧行铁架路。对，安尼哦，这是咱车。老阿嬷洗头用灰炉。过来，是无是无，阿公已经割了头。咱落车，来，我哥你坐地，听故事，嘿嘿，啊你嘛爱来，你袂使伫遮。来，卡麻去啊！坐无5分钟，卡在咧麻。哎呦，看，这就够水呢。阮遮啥物无动物上济？光哥，啊你还袂教阮讲故事的？为什么这个牛伫？阮今日铁架路。哦，医生你问了真好，啊，这就是咱社区的无奈，这个社区为着要繁荣。好，啊要哦较闹热的，要创造生机，好要游客的，所以这是一个创意嘛。咱传统加一寡文创嘛，所以牛车就行伫铁机啊路，啊火车行伫大路，这就是讲嘛有一天真正的火车会当转。哦。哎，光哥，啊这铁机啊路是东车时，无分啊车，然后载迄个甘蔗，有食过，若载甘蔗嘛有载人啊。哦。以前要读册，学生嘛拢坐伫啊，但是讲有3班尔。哦，会再去上课嘛，啊中昼一班，啊个下晡时啊下班下课下班，所以就是当时刚刚有3班尔。啊，但是迄阵做香客嘛是坐这个火车来北港拜拜，所以这条铁机啊路嘛叫合作讲进香的铁道，咱所有居民的生活拢离不开这个铁机啊路，所以咱一直忙，相信有一天火车转来，来用这句话来鼓励咱这个居民，啊就慢慢来创作，慢慢来一步一步一直建设，啊后来再赞济人拢赚这个所在。那呢，光哥，你敢袂使甲阮4个翕一个相，加这个加牛车。哦，好啊，好啊。来，1、2、3，耶！好了，来那个酒车来。好，继续，后一站，下一站 ，next station。我身躯有一个圆圆的无，迄个是迄个碗的下底有无？迄个碗加破了，加凉去拼贴。甘蔗。啊，这个甘蔗。啊，今仔时代阮今仔时代吼，上爱去头版甘蔗。哦。这最看上精彩，第一个故事就为这间开始。来啊！来啊！嘿，咱等下再小可休一个，迄个一个信箱有无？咱每家每户拢有一个信箱。你看这围墙旁边有啥物动物？羊。哦，那雨山去看了羊。这号狗啊是咧赶羊啊，因这号就是养叫养人家饲羊啊，饲羊对，饲羊啊，啊利用这个围墙啊这个壁画吼，互大家了解这号专精，专精也是金啊，也搁咧做行业。哦，啊，所以阮讲养饲羊啊因兜。所以伊这个真金啊，搁咧饲羊。有，伊饲伫后壁。哦，真正。连刚才我叫放出来，恁看，要继续行哦。豆啊看，注意看，沿路做者美丽的风景，对吧？摕出来。哦，对嘛爱翕啦，嘿，嘛爱翕吧，对。歹势，恁家境较，阮家境较无，我就无手机啊。我这是啥哩道？我这是刮胡刀啊。我来想那样。你看叫这个白灵丝的，哦，这种白灵丝啊。啊，这间是饲白灵丝的哦。白灵丝无人去饲啊。野生的啦。白灵丝无在条饲啦。对啊。那是来这边送的时阵，就这所在在翕相。在翕相，啊，除了坐火车嘛，使骑脚踏车。是。哦，慢慢翕相这个风景。就咱讲迄个养人家对哦，哦，其实也故事的饲羊嘛，啊，咱这其实也个，你这段毋是咧卖柑仔店嘛？柑仔店，你有着讲啥物糖啊？金柑仔糖。阮这个迄个工厂也搁咧制作，是迄个只有，迄围墙啊，就是拢有做伊的金柑仔糖，安尼哦，拢要有，
啊，你若五金行嘛，五金行。嘿，所以你要找这个店铺，其实你咧洗的过程中了，你看到这围墙啊，你会知因兜咧做啥物啊？哦，对，咱到哦，来，随我来。哦，来，要来，来，看到就车洗你哦。好来。哦，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吼。你看这个身材有比白云较好无？哦，这是查甫，这查某的对吧？对，啊查某伫啊。就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这两身一只。这是啥对，这是要纪念伊原来这个所在其实是2丛树啊。啊？树啊哦。这是树啊，原本是树啊。这个伊内底的心是树啊。啊，所以因为伊打破了，为着要甲保留伊的形体，你看伊的手是片开，当做这树啊形就是。哦，大树安尼，大树。嘛会使讲欢迎恁，嘛是后来我嘛是甲认为是这个社区的保护性，保护咱这个社区，啊嘛欢迎恁大家来，啊所以这生物啊叫做板头阿兄，板头阿兄。啊这个咧，这个名爱何阿名？板头阿姊啊，阿小妹，阿嫂，拢会使。妹妹，爱爬山，爱爬山。老推。食到白云哥有法度无？卡吧我多无？我跟你讲啦。我无法做啦，你哪爱你食就卡麻去啊，个丢筋，惊我爱无？手小。啊你看，哇！啊这条路呢？当初是要建设这个所在对无？是毋是爱学？嘿，爱学的过程中才发觉讲，哦，原来百外东这个所在，就有人住一只。是哦，因早期先民住的所在，伊拢甲水、甲溪有关系嘛，甲起较悬吼，嘛是希望咱来遮行的时阵，会使看较远的所在，看这板头社区。所以咱会用爬去哩啊？会使啊，会使。等一下，你行时阵爱2个人去。无啦，爬平均了。伊行遐，阮4个行遮。啊，这两个安尼较平均啦。你若无平均的空卡跳遐。你食到一张票，你是咧装笑的你食一张票4个人，这边破去啊！这6个人的重量，来，这里。你行较慢嘞。OK 来哦。足悬的哦，你有惧高症无？哦，足惊，我到即摆搁咧惊。哦，你镜头真多对咧。啊。哎呦！哇，足水耶！哦，这是啥物啊？哦，这是啥？足够水呢。这是较文青的个装置艺术啦。啊，其实用铁啊去做的，伊做的这用途是吼，伊内底迄个空间，要有咱遮种植这农民吼，伊到时去有困的所在。啊，是哦。遐一间后壁遐嘛有，遐嘛一间2点钟的方向，啊无安尼应该3点钟还是2点半？有看到无？那是关公嘛，但是迄阵伤远啊。马祖堡，你只看到迄个是北港吊天宫。拜姐。啊，其实你看，咱这个新港吼，嘛是讲南港吼，甲北港敢若过这条溪。所以迄边叫北港，啊，咱遮叫南港。这较晚南港，啊，迄边叫新港。新港是乡。啊，我来看你无一定话叫本港。本港就是早期南港甲北港合称叫做本港，一个概念。现在做一港的，对。哦，你做到港的。对，啊，所以这哇，这真宽真宽对。这算一个平台瞭望台的对。瞭望台，啊，你咱看了。啊，顶悬的咱看。啊，你就会使看到。你看规条铁桥是足水的。哎，要讲，吼，你看铁桥就真水啊，对无？哎，到这吼。啊，就是登记的所在啦。阿爸会接起来无啦？阿爸要接起来，因为你的车票，所以你看你的车票有啥物要做2张。我知，因为伊写2025年5月20号是20我爱你。对。迄天机会会接起来。要接起来，要通车，所以你看你今仔日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要啊。就感动呢。当明年的这阵是不是已经通车了？是。但是讲实在，伊通车了吼，是希望游客入来，啊，脚力才会当行。哦。啊，你回家一天3班，你有通载几个？伊变做是骑铁马嘛，啊嘛用行路。是。来，你看这有水无？哦，这我大丛无？水噶。这什么树？唔知。什么树？什么莲树？可能啊啦。哦，可能啊树啊，全台湾上大，这个大壁画就伫咱遮，这个可能啊树。哎，可能啊树。依早我会记得，咱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树。啊，原生种，嘿，对。来，咱上车啊，我伫车顶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来，这里哦。哦，有影水呢。
当机，哎，这个是当机啊，不是？冬天的枯枝啊。感谢列车长光哥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板头厝社区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啦。接落来就要带恁来去拜访在地的高知小师傅哦，伊嘛是这摆委托前，会使讲是台湾国宝级的陈中正师傅。看完伊对社区的贡献，咱来好好啊学伊的手艺，免烦恼啦，我拢替恁安排好啊。列车会直达高知小园区。该到三工，我都给按来哈。应该是阮去请伊甲斗3工吧。对啊。啊，拜托去大师呢。我感觉印象上深的是迄2丛树公甲树婆，因为伊讲伊迄2丛内面是真正有树，因为搭起啊嘛，啊，甲伊各用艺术啊做一个造型伫咧遐，我是感觉这2个是足特别的，啊，而且规个社区嘛拢足够的，行无2步啊，就看一个艺术品，啊，搁行无2步就搁看到别项艺术品安尼。我印象真深的吼，有马赛克。马赛克即摆较罕得看啊，拢伫一寡 fashion 的装潢啊，是啥物才看有啦。啊，但是以早迄毋是 fashion 的，以早对阮来讲，迄是生活的一部分。啊，但是久久无看，即摆看到哦，啊变做讲伫咱的路边啦，遮动物，啊搁遮公园的迄椅啊，我感觉讲，敢若世界拢看到咱遮地方的遮。这个乡亲吼，对于咱这块土地迄种感情甲用心。猫咪里面还可以住人。啊，来啊！来，好漂亮哦！猫咪车站搞了，欢迎哦，欢迎龙哥。哎，你好，白云姐，白云哥，来，国宝你这哪较少年的啦？这国宝呢？你敢是阮爱找师傅？我是师傅家的经理。哦，经理你好。欢迎来到板桃窑礁子景联公园区。是。嘿，那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找咱陈中正陈师傅。陈师傅。好，师傅。啊，那即摆一开始来到这，你有要甲阮介绍一下？这是阮的猫咪车站，可是咱的列车停列候车亭。这个猫咪车站可是阮家的著名的景点，来看麦。够水的啦！阮讲的火车是因那最算的迄种火车啦。哎呀！来，欢迎。我带你们来找我们的国宝级大师陈中正陈老师。老师有。国宝立正。这里。里面。哦。所以这边全部的物件拢是师做的。对，这拢阮陈老师做的。啊，这间板桃窑嘛是伊成立的。陈老师伊为16岁对因姨丈林再兴先生开始去宜兰学高知小甲迄个诊疗。哦，啊，咱一世人拢做这呢。陈中正师傅从细汉就对画图有兴趣，高中毕业了后对亲情去宜兰学功夫，做建筑描师和修复的工课。无几年的功夫，手艺就得到众人的学乐，阁有囡仔婿的风度。不过，伊认为应该甲高知小、甲整廉工艺，用无同的形式进入社区，走入家庭甲生活，才会当创造新的生命。咱看到这3尊这是，伊摕手机啊咧。这3尊这是刘关张特横三结义啊。传统的高知小拢伫庙宇的顶管，较无法度才平易近人，咱家己做这个穿越三国，互大家拢看有。较趣味啦。对，较趣味的，你看咱这。嘿，安怎？哦，抄物件晓，嘿，你讲陈老师安怎？为什么有你的电话啊？你用较正经。所以这规个这 idea 就这食便当打电话，徛这叫名流一把，这拢是老师的想法，嘿。反正我问一下吼，老师你的头壳内底底啥？创意啊！真进步的，就创意呢。
下个少年下结合的。对啊，毛头，这样红鼓励。虽然你讲70岁，但是会对着。哎呀，所以咱要学这哦。咱等者豆豆来吼，咱会一步一步教恁免怎看。好来，好，来咱这边。好来，我带你来看咱这个泵坑吼。咱这个泵坑可是咧模拟这个烧油的过程吼，伊的温度会加温，吼，伊会像入口100度，过来一直往上增加，嘿750度呢。嘿，咱若高脂差不多烧到1200度左右是咱的速烧，1200度就开始降温啊。哦，因为高脂要烧2届吼，这是第一届烧1200度，第二届又烧是烧850度左右。但无安尼做。伊就是伊的色会走无去，嘿，你会看不到伊的色。咱高脂吼上重要爱晓拍果，可是咱画图。咱陈忠正老师伊细汉的时阵可以做到画图的，吼，所以其实爱有基本的美术天分。对。啊，第二步塑形雕塑，哦，这个是最重要的。艺术迄个为遮开始学，吼，这样才学3档5档才会出师。啊，过来就是咱的印干，吼，印干的部分就是一定爱等伊小可差不多要打，啊，才会当进行掏空。胶子头内底拢袂当实心的，伊一定爱中空的，无，伊的热胀冷缩，吼，伊就会冰起啊。啊，所以阮是看到迄个庙顶悬，迄嘛是拢空心的。康心诶，你无讲我唔知呢。是，我唔知啊。啊，遮过来这个步骤可是咱高脂较重要，就是素烧，伊烧了会变白色的，因为我有蓝金门白兔，所以伊是白。啊，烧了过来开始上釉的所在，嘿，上釉这个部分咱等者嘛，互恁试看嘛，免怎上釉，吼，这个部分，嘿，真困难，吼，因为伊会吸水，吼，所以伊无像水彩遮好画，吼，所以咱会当试看卖，啊，上釉了过来，咱会进行釉烧，釉烧850度，伊就会变成咱的宝石釉，胶子头，人咧讲宝石釉就是安尼。啊，经理我无理解，嘿，咱上这个釉的时阵吼，伊原本是这个色水，白安尼，哎，烧起来不一定哦。啊，烧起来就变来，对，嘿，就是无一定。色水有饱和还是？啊，佮看你的问题，嘿，温度嘛最重要，因为高脂伊无一定做稳定的，所以伊逐个烧起来拢无相共。每一批拢无啥共。拢无相共。所以这个失败率刚没做高。足悬的。那像即马较会当趋近于8、9成，以早咱地庙头前咧烧拢超过5成尔。嘿，一半拢歹的，所以我拢会先开无啊开哦好，防止失败啊，安尼阮了解了，嘿，初步了解啦。安尼咱等者个要互恁带恁去试看嘛，讲恁的任务啊，嘿，直接上工。看起来爱收一个，爱收一个，安尼混混。周你好，李三，重生你好。哎，我聪聪，哎，你好。你好。今麦阮麦爱体样做这些。系啊，这上简单呢。好呐。这简单哦。咱今麦会当看到这环境的线条嘛吼，你着照伊这个轮廓呢，那个切落来，刮落来。你有要先刮看卖嘛？重生。好啊。哦，你有看你的线条？有啊。哎呦，今麦小可。爱垂直安尼落垂直。啊，我有看我内底吼。我甲你讲，我即马就互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阮两个一组。我即马发现我记唔着人。记唔着啦。哎，你的旋哪会安尼啦？无啊，伊并唔是我。反正迄唔是我的专业。我注意你的手哦，手爱注意。有哦，有较顺啊。有哦。哦，哇，无简单，真正无简单。安尼算，阮这即马你讲的这，阮虽然是咧切吼，但是算塑形的一部分嘛。是。啊，若塑形了，咱当然爱刻这个环境的线条。哦。啊，我会当先刻一解互恁看。好啊。照这轮廓安尼个描。有规定爱偌深无？看起来清楚就好啊。你咧对伊造型安尼转，哦，这上简单的。啊，你会当试看卖啊。有一个重点就是讲用拖，莫用迄个挂，你要用拖啊。哦。安尼较袂起迄个屑屑。哦，了解。而且我这是过来嘛。就歹用的啊，就歹用的，无简单哦。哇，那会时间安尼啦，暖。我来，咱第一步安那处理。啊是拉拉。哎嘿，伊有一碗，看你要什么色，你要什么色就先拿。啊，这都是白色。嘿。啊，白色这嘛白色，我是咧。无啊，爱出来是金布的白色。对。啊，这红的，这红的。哦，这红是粉红色吗？伊烧出来都是红色的。你安尼看粉红啊，对啊。啊，敢有什么秘诀无？秘诀啦。秘诀啦。要采用
笔尾，你袂使安尼家己落，你用笔尾安尼轻轻啊擦。好，来，红色的，你这吼。啊，阮若做唔到，你就随甲阮画题，好无？啊，你要摕啥物啊？挂网镜。你较用一个较细身的。这身嘛使啊，是要擦这身。无，我较细身就好，我这我幼工的啦。好佳哉，我有传啦。哦，老师，我安尼会使吼？袂使一直甲拖。哦，袂使拖哦，就是安尼一笔一笔对，啦，袂使一直拖。哇，这真正会做幼工呢。我迄阵才细阵尔，我第一摆上节目，甲老花眼镜拢牵起来，用，迄太幼工呢。我实在足佩服迄叶老师、叶老师这个，哦，安尼无简单。阮咧画的时阵嘛是有甲老师访问嘛，伊讲像阮迄细细红仔，伊是2点钟会使画了。但是我甲白云兄应该是无多啦，应该是要4点钟以上啦。但是老师嘛有介绍有较大身的，伊是爱2天的8点钟，所以讲这样吼，我是感觉真正足困难的。咱这个步骤好啊，安尼带来，咱要做啥？过来咱要掏空就是掏空啊，好，咱会先共款抓伊的高度，当然袂当画烫过啦吼。所以有阵时阮就是一边阮就一边摸看卖啊。伊规组的角度拢差不多啦，顶面甲边仔的面，对，差不多哦。安尼佫有真大的空间啦。其实是看物件大细项的角度就无共安尼，大项的就会较高。啊，若愈细项就咱会当较薄。我甲从我个体验的是甲内底挖空，我是感觉我足有天分啦，一定是足顺利，会使做甲比从个较漂亮。但是你是甲拢天不从人愿，是为虾米啊？我迄份迄线拢歪过起出来的，我啊挖空的时阵差点仔挖破去啊！阮有调整一个较困难的猫咪3D 的迄种的，使甲阮讲爱甲伊的头切落来，分开做，拢挖空了后再甲做伙。我伫咧挖伊的身躯的时阵，我到一步我就放弃啊。所以我感觉看到遮的迄个师傅咧做哦，我是满心的迄种感动甲钦佩。我感觉上界困难就是讲，真正要甲因这吼，毋是3年5年。会当起来，单师傅迄国宝的，未满18岁哦，佮少年家仔就开始咧做啊，做安尼即摆7、8、10岁啊，佮咧做，你看，迄真正做使人感动的。我一世人做袂到迄个坎站啦。老师，阮即摆就要结束啊吼，你看阮有天分无？有哦，画了袂歹呢。袂歹吗？安尼真的哦，安尼就算厉害哦，你恁捌看过愈厉害？安尼甲你学了，你就唱秋。哇，规个尾椎拢翘起来。而且吼，即摆画起哩对无？伊安尼蹭蹭啦，烧起来到底是生做安怎哈？等下我带恁来看。先烧好的，先出油。烧，咱爱甲放出来吗？嘿，等爱出油。出油呀！嘿，这先放遮无，这先放遮，这油伫遮。这油就是这啊！来，互恁看嘛。这先放遮，这油伫遮。这油就是这啊！来，互恁看嘛，看有水。来，哇，足水的呢！这画起来，恁烧起来就要颠簸。嘿，对，啊，烧起来就是安尼。伊安尼。烧到850度爱偌久的时间？一天。一天。系啊，体冷搁一天。搁一天。系爱2天，爱2天。哇！这拢你擦的哦？嘿，这拢我擦的。水到啊！真正足水的呢。这个。哦。龙门。水哦。这问题这是浅奶，这深奶。对。你就先分开。嘿，爱分开，迄袂使夹做伙。安尼我会使家己摆入去吗？好。我细记的哦。好，来。嘿，加叮当。好。安尼吼。白云哥换你的。我来，我这爱调嘅。嘿，细记哦。我爱细记。
会使无？爱当啥工无？哦，我摆了足水了。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啦吼。镜头看会着无啦？有啦，你放心，要角度踩好好啦。安尼哦，哎呦，乖啊，乖，好。关门。关起来。哇塞，这真的别有洞天呢。对啊，拄则做迄无简单。系啊，真无简单。看起来啊，安尼细汉时阵你爱陶土安尼，但是无简单。还有艺术天分啦，爱有啦。人迄学一世人的啊，阮这2点钟尔。尽力啊，尽力啊啦。做无好是正常。尽力啊啦，尽力啊啦。尽力。拄则恁已经有感受家己小工艺的特色，即阵就要考验恁对家己小的了解，和恁10分钟内翕8种用家己小做的指定动物，将相片交好好经理，就会当有一顿澎湃的暗顿。啊，若是翕唔着去，暗顿就唔通食，老术。啊，小太，咱即马咱的任务咧，就是爬的啊。唔是。小太，无伊讲指定的。遐有一个想法。代志无单纯哦。小太，就水耶！你唔能拍开内底跳3只加抓出来哦。你家己较细意咧哦。哎，这是钢琴呢。系啊。系啊。迄片啊咯，嘛使顾安尼。钢琴啊来，开放。哇，就这物件，就这物。你无卡。拄则讲诶，请用拍立得翕8种诶家己小做诶动物。炸礼物的狐狸，走跳的黄狗，黄狗啊，雪地骑鹅，吉祥如意的枪，写情书，写情四卡啦，就是水鸡啦，头车番麦，碰气，第7个是米伫手顶的。树仔顶的，高山啊，水地啊，水地啊，但丁河是恁朋友的名吼？但丁河，几号？但丁河啊？但丁河，伊有2台卡梅拉啦。卡梅拉，啊，这是要泡茶哦？唔是啦，这是。底片，相片啦。您资深艺人不要这样好不好？系啊，这个笑良物件。对啊，我就知影虾米是虾米呢吼。因为这边足大，所以阮2周去找，好唔好？好。啊，这地图啦。这算后壁哦，这算后壁嘛。天桥是这，就是这边加这，所以阮就是安尼分2半，好，是不是？好。咁安尼。阮2个册棍，杨金册安尼啦，杨的那来，迄是野球棍啦。噔，啊到，no yo，嘿。哎，安尼啦，啊，你要听啥？目睭较好啊，我一定就是。啊，你拄只1组，即马搁要1组？啊，拄只默契就好个呀。袂歹啊。我即马发现我记唔着啦，把它延续它啊，袂使了。啊，恁2个看心在嘛，这。你讲的啊？好啦，我是讲长相。好啦，我食的较会下啦，我好食的较会下。个性啦，个性来的。好啦，啊，阮古锥的1组啦，好啦，啊，较故意的。嘿，哎呦，来看一个吼。我来讲，咱有有厝尾顶的无？有厝尾顶的无？厝尾顶。哦，厝尾顶高山啊，因为这是厝尾顶嘛，爱看一个。厝尾顶，啊，这拢是鸟，安尼无？金龟啦，这无啦。嘿，这拢是鸟，安尼无？哦。你敢无看？这有水鸡，4卡。啊！哎，我拢叫水鸡呢，看伊讲有咧写情批，拿不来度。技能3。对啊。技能3。听无？哎，敢有鹿？敢有鹿？无鹿啊。敢咱内面有哦，可能有哦。好，我去跳一个芳香去。跳鹅，敢有跳鹅？你平啊，跳鹅啊？有，雪地跳有，雪地的，雪地内底跳鹅。来。技能3。这嘛不是啊，这。好来。嘿，
有一个单顶好，有啊好有啊。看嘛，先看嘛。这啦，内面这。哎，有真正的鸡呢。阿妹啊。一两三好。好，安尼一张好。哎，好啦。这台应该歹去啊，有无？你看，出袂来。哎，真正互 boss 害死呢。我你讲，快点，用手机啊。咱手机来播拍。山不转路转。啊，对。好。唔是啊，摕到一个歹去卡咩老啊？哎呀，唔知浪费我偌济时间呢，紧来点。4万外钟啊。好，来，一两三。好看。无啊，无看到番麦啊，边啊迄只咧，啊有。无呢，无，拢无。所以唔是这只。差咧不咧？哦，高山啊！哎，车伫手顶，哎有啊。这是梯。哎，碰气啊！这不是番麦。这不是番麦，啊，阮是。来，这先来。好，你先，来哦。这。哦，水有。好，那呢，阮即马是。无看咧枪啊。若是阮有时间，阮去找因，甲伊斗相共。嘿，好啊。看因完成啊未？照因两个智商应该是小可困难。系啊，要来无？惊。迄狗咧食金蕉啊！哎，有这个。这是啥？这个学做偷食番麦碰气。对，番麦。来，我嚟。来。偷食番麦。哦，赞！来，偷食番麦。偷食番麦碰气好。好，哎。人咧？伫倒位？啊，拢无看人。敢会伫内底吹冷气？恁两个，哎，遐猫仔有狗啊？无吼。伊是这款啊，等下来啦，黄狗啦。有狗，走条的。啊，所以是狗，对啦，这只啦。一两三。搁有一个倒伫。加无。阮先去找灯啊，去做。嘿，可能已经去啊，我挂着因啊。迄边，迄个头门。哦，我看着，来。灯啊！倒伫小瓦顶诶。灯啊！无。哈！这里你迄个几项？两个。哎，我咧卡梅拉歹去啊啦，啥物呀？阮的这歹去啦，啊，阮拢用手机啊翕啦。不要紧，因为即马阮有迄条三，阮4项。4项，阮2项尔呢。一开始是足好找，但是吼，唔知是阮咧说还是 boss 挑工的，阮迄个拍立得相机就是歹去，安怎饲就是饲袂落，啊，时间搁一直行，结果咧。珊因来的时阵，阮才迄2组呢，夭寿哦，足恐怖的。然后呢，阮就团结起来，做伙找。即马是剩狐狸加丹顶鹤。无丹顶鹤有啊。高山那个。丹顶鹤。聪聪，我是个性好，毋是无脾气。我回家啦。咱就时间限制，你是好到底，毋是无脾气。剩偌济时间嘛？来。剩3分。时间爱到。加高母。枪啊啦，都有枪啊啦。高山大枪。无啊，哪有？这边哪有啦？这枪柄的4项拢处理了。啊，你伫遮哦。来，四个。啊，我蜡笔小新是爱安那。腾口啊。来，1、2、3。好啊。
一个是狐狸，剩2分钟。哎，较紧，无时间嘛，无时间嘛。还是恁迄区？我迄区已经找着。啊，有可能，因为迄边上侪动物。较紧呀！这敢有算狐狸？哎呀，炸礼物嘞！其实伊是狐狸咧假猫啊，对无？你这是炸礼物。你甲我断掉。这是为着咱的暗灯嘞。系啊。哦。迄敢是狐狸？是啦。你在你买鱼啊，就是礼物啦。这真正哎？什么？时间到。哎，小等下，迄拄只换机会啊，无甲我讲。嘿啊，无要管，无讲白哦。加3分钟。上济。2分钟。你才卡球哦。2分钟。若无搁互阮1分钟啦。2分钟。我是甲你处理一台海记卡梅拉，你是。黑妹，好。啊，卡梅拉搁加1分钟。人家叫你莫后壁，干嘛讲话叫出来？来专心啦，专心找狐狸恁主只倒一区无找着。板头摇迄边，我迄边无。咱来击鼓深渊。时间无啊啦！哎，较紧啊！聪哥，啊，这边无啦，那边无啦。敢那大小孩嘞？哎呀！加啦！你加油！好白啊！各位啦！哦。喂，地炮诶！加有无？当是这边。加有无？所以恁拄只无看到。这边有看，也毋过迄边无看。看到这来啦！有啦！好来啊！对。所以。遐，互你 birthday 啊！哎，有礼物啦，是啊。有啊，来紧来甲掀落，炸礼物的狐狸，来敢狐狸。好，来。你拜。分享。好来。来哦，1、2、3。有啦，伊有炸礼物啊，送互鸟子啊呀。系啦。有一题是啥物送礼物的狐狸啦，伊竟然伫迄个水沟的迄边，啊遐阁有发草，你若无斟酌看，若看会到，迄就是有生命甲你指示，才看会到，真正有较困难啦，嘿啦。找经理。哎呦，是啥个厝无去开冷气啦哈？拜托，这个无冷气啦。经理啊！哦，经理。关叫恁完成啊吗？完成啊！互你检查一下，因为我唔知是毋是这8项就是恁爱的狐狸。我唔对。哎，狐狸对。伫这边高山啊。哦，倒伫墙顶的高山啊。哎，啊，不过聪哥是嘞啦吼，这我无翕到你啦。哎，我左耳。哦，左耳。啊，搁有一个是4卡。哦，加真配4卡。哎，对。哎，过来。有跳鹅。雪地跳鹅。走跳黄狗。哦，吉祥树啦，吉祥物的树。搁我遮。哎，搁有。好，啊，因为这台歹去吼，所以我就紧用手机啊代表者来。哦，丹顶鹤。对。真正的丹顶鹤。哎，啊，丹顶鹤有啊，啊，遮有一只较大只的，这叫做丹顶猪。丹顶猪。歹势，阿兄，歹势，那后边有4D 的丹顶猪，阿姐来，你看这。碰气啊！好只画面碰气。好，重点是边啊，这正边这位搁较高水，有无？哦。正米路。哎，我讲碰了伤过分的死啦。碰了伤过分的。莫互相伤害啊！安尼8个拢有啊。哦，安尼恭喜恁会当得到今日暗时的美食晚餐。我是一个做老师的学生。老师啦。学生嘛，因为阮拄则是9分钟的时阵。哦，对啦。第7个已经找到啊，啊结果第8还未找到，是讲时间到啦。对啊。哦，所以恁敢若找着7项尔。但是袂使，我这要一定要甲你请求一下，安尼看。要上树啦。阮 boss 准备的这台，我伫遮翕起翕2分钟，伊拢翕袂出来。所以阮是感觉吼，这个时间敢袂使。有孔明相会使，是孔明相阿苏比来，孔明相，老师咧修孔明相，孔明相啊，老师咧修孔明相，老师来，来，来，修起来。
我讲我给几部无啦，阿苏比，阿苏比，我头开来甲讲出来是无共啦。阿苏比啦，阿苏比啦。安尼吼，啊无，你两个讲啦，阮两个查甫走啦，咱两个查甫，你徛这边啦。安尼哦，拜托啦，会使无？经理啊，敢袂使？敢袂使啦。阮足枵诶，想要食暗顿啦。恁检找一项尔，可嘛是互恁通过，啊，毋过检一项咱的晚餐。哦，白粉遐呢？无要紧，伊食足济。暗顿这上叫18道，减一道剩17道，迄无要紧，迄无要紧。好啦，那安尼就多谢经理。好，咱来晚餐。好来，食饭，来为伊个面头靠行。哇塞，饿了。披萨啦！哇，为遐高车我们坐，吃这个，你甲你介绍一下，这就是 BOSS 甲咱传的，甲咱传的。平常时吼，虽然吼变态归变态，但是伊嘛对咱足好诶。是，就听说。好嘛是互恁食好。对，这个 boss 够有良心。系够良心。来，干杯，辛苦啊！你调教咧，干杯咧，你啉落就打啊！合作，成功。辛苦。加一。食披萨。咱这算是互我野餐呢，而且我有气氛呢大家暗顿有欢喜无？若享受暗顿，若听boss我看讲吼，今仔日恁应该充分感受到板头厝社区真需要各位优秀的广告行销人才来斗相共。我甲委托人讨论过，咱无法度甲火车叫倒转来，不过咱会当帮因设计专属的 IP， 或者故事搁较有情怀的 IP， 代替袂转来火车，吸引较侪人来啦。相信美味的暗顿，互大家会较有灵感。我就无叫了大家咯，加油！所以 ，boss 甲咱传这先礼后兵，够任务诶，还够零步诶。这个时阵爱找看卖。阿爸有啥物物件无？我有看到一个怪怪。这个看到啊？啊，可是任务大啦。哎，啊，开始食饭的时阵，其实我心内知啦，这个时阵嘛一定 boss 的任务会来，啊，结果真正来啊！你看 ，boss 就是心理后兵啊，互你食一寡甜的啦，较辛苦的就等一下就甲你讲啊，阮就是中医的家。唔是迄啦，莫学要摕啦。他们是祝你生日快乐。唔是。祝你生，谁啊？嘿啦，任务大啦。这 boss 特别去点一个啦。对啦，来，我要泡茶哦。会烧。伊这是创啊，你知影？伊主要就是讲点起来，安尼甲烧烧掉。那么袂紧任务啊，我有任务啊啦。我这机密啦。但是大家放心，有我伫个，我有一个规则，就是食饭皇帝大，先食3分钟了，才来开，再先放后壁。好，先莫菜先食。这个新任务你搁食袂落。对啊嘿，压力足大就食袂落啊。我食两下来。头看卖，我食。哦，你头看卖好啦，好，你头看卖。还是你要想啥了？不是，我头看卖。看我食会落，还是食袂落。你教出来，有遮严重？因为我手大嘛。哦，你最厉害咧。我唔知你连好心来咧食。卖看。好啦。食，最3分钟啦，先食3分钟来看，你看卖一个，你看卖一个。咱人就是爱面对啦。哦。来，两张你是？哦，真正是四话半，看唔到，看唔到，惊一条诶。你是安怎？有差我是甲你讲哦，有4点的重点哦。我以前安尼干那一张一个重点，这是2张4个重点。来，接旨。下万岁，万岁！安尼这段敢会变鸿门宴？好，大家介绍一下，有4个任务。好，第一个是为板头厝。社区，来你来念。来，我来啦。来第一个任务是为板头厝社区打造全新的 IP， 将在地有代表性的动物设计伊的 IP 形象，会当传播咱园区内底动物的装置艺术，找找灵感。
哦，咱安尼下晡有8种动物嘛，对。所以迄报数叫咱找动物是有意义的啦。嘿，任务 B， 请为这个 IP 创作属于伊的故事，佮用趣味的影片将 IP 的故事呈现出来。所以阮爱拣一个动物，然后甲伊讲一个故事，啊，翕出来，爱翕出来。爱趣味的啦，嘿，啊笑亏安尼啦。嘿嘿，爱笑亏。帮伊拍广告的意思啦。拍广告啦，但是爱针对伊的故事啊。任务 C 是啥？任务 C 哦，设计了 IP 形象了后，请利用 IP 形象设计3款文创商品。文创的商品哦。 3款文创的哦。这较困难。所以讲，迄个 IP 先出来了，后壁就好想啊。这嘛代表阮的动物若是变不好，后壁拢想袂出来，拢翕袂出来。像今咱有想到你想到迄个啥？锁匙圈啊，锁匙圈啊。啊，我想到迄鸡蛋啊，迄种的。我拢无想。有啊，有你有想到食披萨嘛？你有想到食安定？有，你有。系啊，好，第4个任务啦，D 啦，D 啦，来，D，你念。本人来念。哦，你最敢讲的。我讲真。为着要互咱消费者更加。熟悉。啊，歹势我袂记，伊会晓念台语啊，但是唔捌字啦。歹势。唔捌字。更加认捌文创商品的文创商品的用途，恁爱用甲文创商品。这汉语我看无。迄一支使用正经影片。恁爱恁爱甲文创商品翕一支使用正经的影片哦。我第一摆讲这安尼吼，万人去讲到我要拍人，你知？真正，这个语言哦。任务卡，拢念甲安尼歪讲起出来，每时间拢是安尼。我若敢若正讲迄个，后摆这个吼，无我甲你讲，恁叫 boss 来念的最好。我甲你讲，若是这无报出，吼，啊伊这互任务卡，无咱的声用力的话，我直接做甲变。气死哦！ 2张满4项爱做 ABCD 就对啊。其实吼，算是我录遮侪集以来吼，物件算济。啊，毋过任务来嘛是爱做嘛。我是想袂到讲 boss 会出遮复杂的任务啦，啊，但是我想的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地方有真侪当发挥的所在。 安尼，阮就哪想挑一个，先选一个动物，在地动物了。嘿，你介意倒一个？你今仔日看到的？我介意的啊，咱有拄到迄个饲羊啊。羊啊，羊。好，看过一个。不然安尼嘛。喵咪哦，就只猫啊。来，王丽。我一定选有的啊，啊，加一张正常的啊。啊，较有意义啊呢。对啦，就大家种稻啊嘛。咱农业社会啦。豆仔提起。哎呀，我来，对无？嘿，会使写一个。记录一个。我嘛免。真的。你讲羊。我讲猫啊。我讲牛。你讲牛。来，我你。还有狗啊，还有兔啊。哦，狗，啊，过来，过水鸡。水鸡。大象。我遮无安尼。熊啊。但是松鼠要乱念。碰气嘿。我拄则有想到，我无介意，但是我定看到。什么啦？水鸡啊！我甲你讲，因为我顶届有来这边拍过广告，大家拢讲来这边就爱啉水鸡啊汤，水鸡汤，食水鸡汤啦，嘿，食水鸡汤。我是感觉这是家己的特色。哦，你安尼讲。所以你看，恁后壁拢是水鸡啊。安尼会使哦，牛啊！有古水哦。古水大眼我会感觉。系啊。即马确定阮的 IP 就是水鸡啊。我是想讲吼，因为 ABCD 内面吼 ，C 较好想。C 是啥？因为 C 是想讲想三个文创商品，啊，先想出来了后，再去想伊的剧情，伊的故事，伊的故事，即个 IP 的故事。就是这水鸡会使做啥物文创商品？水鸡会当做三杯啊。
啊，鸡汤嘛会使。哎，鸡汤啊。如果鸡，我们是讲蚊虫商品啦。你就安尼记钱啦。我是讲蚊虫的食品的。蚊虫。我是。阮今仔日体验的物件有啥？阮啊对，为今仔日体验的去想嘛。阮有拄着光哥对，伫车站。大家拢咧想讲火车过来，过转来。愿望就是驶转来，嘿，驶转来。阮爱想讲为以这个来算的观光客啊，游客为主，啊，因摕啥物物件转去，买啥物物件转去，会使用。爱实用的啦，爱实用啦，啊是阮拄则讨论的，锁匙圈啊，锁匙圈啊，我就会使啊，放伫我的身躯，挂伫我的包包。压泡面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正。泡面有一个压的。那等于依照咱的写毛笔选叫正纸啦，正纸类似那个呀。我想到一个是，你拄则讲手机啊圆的，你会使放伫你的手机啊后壁。手机啊架哦。伫这边啦，毋是即摆有即种，一种就是安尼会使诱出来。泡烧安尼会使安尼夹做安尼。高一支啊，粘伫后壁迄种的。嘿，那你嘛会使。迄嘛真高水啊。安尼放看手机安尼放，然后冰箱嘛伫咧后壁是造型安尼。啊，这欧米亚的吼，因这纪念品我拄则讲了一半是手机啊，确定会使啊，有啊。手机啊卡，手机啊架拢会使。所以你拄则讲泡面安尼，迄种就袂。哦，迄是无差啦，迄无差啦。啊，就搭伫咧冰箱迄啊。冰箱搭啦。哦，冰箱搭。迄是吸石啊，有吸掉咧。是吸石啊啦，系啊，对。安尼两个啊。一个手机啊的。嘿，啊一个搭冰箱的。搭冰箱的啦，嘿啊。搁有啥？若是一家伙仔来，上重要的会议。哦，来这边就有一所在会使翕相，所以讲路远的相框迄种会使。哦，相框你啦，迄叫相框，不是手框啊你啦。我知啊，手框是唱车站的啦。我知。相框的，嘿。安尼是已经三个啊哦，3个啊。啊，因为阮今仔日去体验是做迄油嘛。对。啊，伫咧上色的时阵，其实伊会甲迄个水吸入去。啊，若是滴迄精油咧，会芳芳。龟藻土迄种感觉。我知啊，拖香蕉啦。对啦，拖香蕉啦。啊，因为伊会吸落去嘛，啊，迄豆迄味会拖出来嘛。会拖出来。拖出来。但是这小过敢伊个味敢会，伊个精油敢会食入去？无，因为我有问过老师，伊若无上色的话，本尊迄。本身就是伊安尼。本体就会使。对，本体会使。伊这是规粒拢有用，啊，你若无用就粗粗，伊就是会吸迄个。油精油。哦。啊，你若讲这一个台啊，安尼，比如安尼，一个烟台啊。哦，你看这手机都一个烟台。啊，味就出来啊。啊，内底有淡薄仔一个槽啦，哎，啊，这个槽就是卖个精油，放伫遐，啊，卖精油，哎呀，伊就拖过来。哦，啊，顶悬这就是水鸡的造型。对，规个造型就是安尼，安尼是足高水的，安尼足高水的啊。那呢，阮就确定是3个商品。啊，你拄则讲的拖香蕉，我是 bonus 安尼。哎，要毋过阮的第4个任务是。第2个甲第4个拢是要想影片的物件，我感觉吼，因为今仔日阮的头脑已经复杂啊，阮转去想。真正足暗啊！嘿，我安尼天你是想要是大人，足忝呢。你会感觉出来我呢有要困啊？想要下戏啊，对无？啊，这个下戏吼，会会传染你啦。是，我有淡薄仔。伊20分钟进前开始咧讲迄个面盲的话安尼。系啊。你好面哦。好，那呢，先来好啦，我倒入面前咧想足紧的。哦，2个啊。嘿，3分钟。伫咧梦中想啊。对，梦中再会安尼。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平常时较有创作的人、创意的人，这个时阵咧等物件较紧，所以讲白分兄甲这个聪聪哥，大家咧等物件，甲珊珊啊，我甲珊珊迄配合了嘛，真袂歹嘛，开始物件就弹出来。啊，我这个时阵我心肝头的石头嘛，较有放落来一丝丝啦，因为我知影啊，差不多啊，大家迄个想法咧来啊安尼。
哇！长安尼对，别，哎，咱注意啊，咱即摆别。哎，你使收紧啊啦！哎呀，使个慢的啦。啊，到这叫你讲我唐老大呢，我唐老大，我开车偌早。哦，足凶诶！哦，你高啊！你糖尿病唐老大。第一个所在，拍片啊，做代志啊！来，来，无时间。哎呀，来，高啊！就去这边啦。阿伟。哎，好佳哉！上重要的铁枝仔路，铁枝路，这几天我是想讲，因为这个铁枝路是上重要的。最近我是想讲，伊就是车站的站长。山导。嘿。啊，这吼，看你今日要安怎开始，你这。阮爱翕两支啊。两支鸦片，一个是 IP 的鸦片，一个是上品的。所以阮伫个铁枝仔路爱先翕 IP 的。爱先建立迄个形象。那呢，阮一开始我是想讲，阮的剧情就是水鸡啊站长，为迄边转去的所在，走转去安尼，走转来，然后就是镜头，伊是为遮行过去的。是，我会为这边翕，所以水鸡站长会为迄边安尼走去板头厝。迄边，所以阮四个为虾米会穿安尼？就是阮是村民，代表村民啊，村民啊。你讲咱是村民啊？村民。我俩讲是我以为我惊热你来。是嘛？我来主角爱出来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我们的水鸡站长。来，说你哦，哦，辛苦啊！哦，今摆四十度穿到安尼，因为热死安尼。哦，你真正欢迎出国比赛，我咧公营倒转来。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水鸡啊，伊袂使着安尼，敢若人安尼行路嘛。匆匆哥，你有啥物用爱动作会使甲伊教？比如讲，阮若甲伊叫讲，啊，你哪会转来？啊，伊爱一个动作还是啥物？啊，因为伊是板头厝遮，大家拢熟悉，知影足久无看的。伊是公营倒转来，因为足欢喜的嘛。啊，水鸡啊，毋是行路无可能做正经的，做规矩的嘛，啊，就跳的嘛吼。我感觉讲，因那礼拜吼连续16吨呐，吼，你看咧。哎，我讲哎，你听咯。你卖走，9点嘛，请安尼已经足辛苦啊。啊不安尼吼，足简单的，因为转来故乡是一个算返乡嘛，爱炸着这种足欢喜的心情，吼，有一种吼，咱迄个你在左边迄种跳是安尼，吼，安尼，嘿。安尼我做无？来，要吹通告无？来，你来做一届，阮伫咧铁枝仔路。1、2、3，好啊，安尼啊过来，1、2、3，好。我知啊，哎，你甲技术啊，脱掉，你怪讲，你穿，你做得最好啊，100分呢。袂啊，伊来演全面哦。哇！认真教一招啦，互伊有一个酷势安尼啦。啊，无安尼啦，伊对这个铁轨、迄个铁枝路一定是有感情的嘛。啊，袂伫安尼下当吼，看伊要安尼行的吼，有安尼啦，吼，啊跳落来，啊看到这吼，伊就安尼会使，这是直直的行这啦，啊会当跳起来，安尼行，吼，跳落来，嘿，啊行路安尼。好啦，来啊，较紧皮啦，来。雨珊，我想到一个，是，就是这轨道有无？你就安尼行，安尼。好，你听我的意思。我有听。这条袂歹看呢。一行来翕走路。好，来，徛中嘛，不是走路啦。对，行路甲走路无共哦。哦，歹势。这徛中嘛，你转来你是欢喜，所以讲你袂使安尼豆行，你爱有淡薄敢若咧耍。啊，因为遮无好行，你先豆行了后，你过遮了后，你才开始有淡薄啊正边行的，才倒边行的安尼。你真会看。啊，对，你以后要用这免，
这是上尾。咱上尾较要用。这是上尾用的啊是？我紧，我跟你讲，主要你欢喜就好。不是，这有意思啊，伊有代表伊的意思，就是上尾的时阵，伊会家伊的包啊。啊，拖就是囡仔，哦，囡仔足济，安尼就对啊。一大抓足济人等。好。5、4、3、2 ，Action！ 好，我会用滑倒迄段。安尼变做是阮遮可以拍招呼，啊伊才听到外头。安尼我吼，你行路嘛，站长，系安尼，对，好来3、2 ，Action！ 站长，哎，哦，来对镜头招。你爱讲，我爱你。3、2 ，Action！ 站长，哎，你回来哦，你是安怎回来？因为我爱你。哦，我知你的意思啊，伊欢的，伊看较济，是无？因为你拄则拢是斜45度，你即马是190度的。来，3、2 ，Action！ 哎，社长，你若回来啊？好，是安怎回来啊？因为我爱你。水 ，OK， 会使。上尾啊第4个吼，迄无啊伫倒位？还是这边？站长的无啊伫倒位？站长的无啊伫遮。这里。就是我倒来啊，我安尼啦吼。哎。站长，哎，你回来哦。哎呦，你安怎回来？因为这里我，无紧。阮咧翕这2支影片的时阵，我的感想是讲吼，阮其实4个人拢配合了袂歹，因为第一，聪聪哥伊本来就有导演的脑，珊珊阁有剪接的脑，啊，这白分兄呢，伊本来就足够演啊。我家己呢是较够通镜甲执行，所以我感觉阮拄好4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 team。好。这部你无出现哦。我敢无？导演讲有。我是导演，我是导演。对，不能。我是讲，这部无你，无我来，我两边啦。边休困一下吼。你搞带着你讲哦。我讲迄水鸡啊，伊的方向。是。好，来3、2 ，Action！ 水鸡站长，你回来啊？哦，聪聪，你买NG 呢吼？哎呀，上尾一粒啊！拄只水兄你讲，嚯，这水鸡哪会遮水啊？够一届哦。够一届。好，来3、2 ，Action！ 喂，水鸡站长，你哪会回来啊？哦好，会使，过一个。来好过哦。上尾是。我紧好过，无这比，伊方向这比啊。会转来。啊！啊，这要互伊过无？紧过。来，过。过来。好，来，安尼。哦，会使。好，3、2、1。你哪会转来啊？来哦，3、2 ，Action！ 啊，你哪会转来？哎，因为，好，这就是你的位。无，啊，你敢若咧乘凉安尼，纳凉。你卖安尼啦。来，对。啊，你就甲恁二伯咧开讲，跟二伯开讲。我最近嘛做无嘢。 3、2 ，Action！ 哎，啊，你哪会转来了？来3、2 ，Action！ 哎，啊，你哪会转来了？我爱你。我嘛爱你呢。
哎，来哦！来，更早嘞吼。我时间较紧诶，较紧诶，紧啊！无时间啊。手势有摕吼。嘿 ，OK，我来，来，安怎势？啊，我坐内底吼。好啦。来，开姐。哎，这。哎，来哦！来，更早嘞吼。我时间较紧诶，较紧诶，紧啊！无时间啊。手势有摕吼。嘿 ，OK，我来，来，安怎势？啊，我坐内底吼。好啦。来，开姐。哎，这。阮衫已经换好啊，所以即马就是来看阮的产品。哎呦，水呢？哇！哦。啊，水啦，这是迄个啦。这是喜帖。迄个冰箱的啦。啊，哎，水呢？上天。上天摕出来。啊，这有圆的甲四角的，我摕出来。我看这是啥？这个手机啊壳。哎，还有火车呢。哦，这够水耶！伊还有一个这个。哎，迄个水加站长啦。嘿啦，这够水耶！还个写英语呢。嘿啊。你看火车啦，哎，恁看啦，有火车呢。哦，够水耶！啊个1991安尼啦。1911啦。1911啦。1911啦。啊，这个。哎，这好看嘞。这个坑啦，这坑。这有质感的。这个真正是家己烧啊啦。哎，下面这，真正是这色嘞。这是炭香酒诶，炭香酒。来啊，你敢薰衣草？哎呦，哦，哎，恁家境袂歹哦。人是用滴的，伊是用倒的。有味来啊吗？有，真正有。好啦，哎呀好啊，咱来开始啊，哎，啊无时间哦。无时间啊，无时间，阮先拍片。好，安尼咱到迄个啦，到场景遐去看一下。好啦。系啊，因讲民宿已经准备好势啊。好来。伫厝内是，查某强啊查甫较迄落。是。系啊，啊我本来唔对嘛，啊你才你嘛国小嘛，啊你单人还安尼唔对嘛，系啊，啊刚才你是讲，吼啊刚才你是足乖讲，我是，上尾是我伫。啊母啊，莫生气啦。唔是，我伫咧写功课，我是咧写作文。我的家庭。写作文，安怎？主题就是我的家庭安尼，但是我写不出来，因为妈妈大家咧。个爸爸咧，大家咧冤家啦。我写不出来。若要有好笑，我看是安尼，就是讲，伊自头到尾拢半后面的啦。安尼，这差不多就譬如讲吼，后面的拢我来做。我拢有出册的啦。我是后边搭物件嘛，系啊，镜头跳过来，伊规身躯拢这嘛。啊，你是谈恋爱啊，国小6年啊咧，系啊，你搞什么个男朋友？你怎么无好读册？哦，啊，你咧写嘛？啊，我的家庭，迄一个跳一个特写，停，写唔着，停止的停啊。系啊，啊是咱啊，啊相片伫遮，阮全家福的相片，你讲写袂出来，哎呦咩？啊你这吼，我伫这厝内底吼，啊就是安尼吼，所以你的表演题啦，表演的地方呢。来准备啊，你的大腿啊，伫遮。好，我知好。伊了，我脚甲伸入去啊。对，准备。啊，我就干嘛？3、2。我的家庭。好，会使。好，3、2。专家就是过来一下。好，来，搁一个。来。3、2。专家号的相片伫遮，你搁你袂晓写。哎，有迄个台湾无？好啊。是。好，啊，拄则无光嘞。拄则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准备哦，3、2。是爱我讲几摆啊？叫你3看卖后白蛋，你都讲袂听。这是骨，这裤，这裤。无啦，爸爸买去拍个路啊。卖头顶啊，放你头顶就好啊。嘿啦，头顶落啊。3、
3、2。开始。灯光组，魏家凯。啊，做阿母爱做这。伊上爱，伊，等下过来一下吼，上班。开个，5、4、3，小蛋。安尼，哦，安尼啊。啊，你成一个穿帮。对，穿帮了，来，3、2。慢点打，过来我。妈妈，嘿，妈妈。关起来，一个动作就好。关纹衫关起来。哎。 干这个而已。我也是，被这样动的感觉。被这样动3、2。迄指甲吼，我安尼母甲你起。妈妈，你的气质介高尚。家庭若好咯，家好万事兴啊！番头厝，欢迎大家来佚佗。你真妖魔鬼怪。就是安尼啊。对啊。哎，忘记推。对啦。从我的。是。好，我来翕。3、2 ，Action！ 袂使啦，阮爸爸妈妈管就严的呢。册拢唔好我读，比你这个谈恋爱吼。我你好了。小蛋，你说什么代志？是安怎啊？小蛋，拢。当下甲迄个珊，我感觉因两个拢袂歹。我调工无特别吼，主动去表达什么意见，啊，拢因讲安怎，我感觉会当搁较好。我就讲，我建议，嘿，我莫讲用什么前辈的迄种地位去讲吵什么代志去安尼指挥。啊，我看到的是讲这两个少年辈的查某拢真厉害。嘿，我伫因的身上嘛有真侪学习。 真正的哦，因两个袂歹哦，表示讲伊个党诶，伊家己有咧做伊的迄个网络的节目嘛，因本来网络出来，伊咧做色的、剪接啊，迄拢做厉害，靠因两个，嘿，女人头顶一片天，我负责甲因遮来做迄个沟通啦，嘿啊，白分遐的负责食，负责画腰。阮家完成啊！好来。好，拿没骗我。 加姐，第2趴是你，第3趴是你。遐讲过来起来，啊，伊转来房间，转来客厅，遐逐个咧。无啊，阿母啊，阿妈，你即摆无影响？搓冰啊，天气热热，食冰啦。搓冰，真大声咧。哎呀，无啦，天气热热，恁无用恁的啦，莫讲我咧用伫遐，我做阿母的，我嘛是爱传一寡凉的，互恁食较袂着沙，对不对？哦，你啥物拢无搞，上搞就是搞食咧。哈，相信我啦。啊，你无开冰店？不是啊，你的大拇指有去洗？无，我哪有伫遮？我刚才。你拄才。洗挺好诶，无可能讲单单交啊伫路里，咱衫都打起来。 系，我知影会使，因为妈妈走去了后，拄好接你这卡有无？你这卡咧写，啊伊坐落来，因为伊一个走的。你用诶？啊片好香，片好香了后就转加花啊，有兴趣。哦，你有传珍珠哦。啊这，我的你莫食迄，你下一碗。我咧看尔。哎呀，下一碗去。啊大声啦！歹势，嘿，我买伤甜哦，你还足甜哦。你免烦恼啦，啊你无爱甜，我即碗互你买甜啊。嘿，啊你的大拇指，我甲你拜托一下，你看我大拇指即摆翘起来，我翘起来你哇，我走出来有无？我拄啊插鱼嘛，我拄啊。翘起来。我甲你拜托好无？啊你个传这，珍珠咧咧赞哦。好啊。珍珠是青蛙下蛋。青蛙下蛋。有合着咱的主题。这好食呢。是哦。 QQ 足 Q 的。你捌一个好。嘿。你啊，这个来。
地云，大家辛苦咯！看大家花头喜面，相信应该拢准备甲差不多啊吼。看大家提案，我嘛无想要闹开。等一个成果发表会，不只有委托人尔，我嘛有邀请几位社区的居民做伙来。爱记哩，青蛙下蛋加准备规划嘿。离成果发表只剩2点钟，我真期待一摆表现咯。上尾这句，小汉爸爸，剩2点钟哦。钟呢？啊，伊个邀请迄落呢？白虎啦，我话你较紧真好啊！我知影，来，你莫听，你拢莫听，啊，你紧加，你紧加。啊，伊个请迄落呢？对啊。你做你的青蛙下蛋。哦，对，你加减嘛6色尔，一粒豆仔就6色啊。好来，来吼，来，好来，你开始2位游客，迄个你讲我就讲起，我遮咧拍片吼，唔是啦，我咧拍电影。好啦，我遮嘛咧做生意呢，你讲啥？我遮嘛咧做生意呢，你讲啊？哎呀，头这个头根油我这个白色的，有啊。以后咧请特别来宾来较注意，迄种想爱做生意的，莫甲找来。哦，咱路边啊，去一边嗰咧趁。啊，袂记记啊，我刚才拿起来。真认真啊，阿个，食一冰啊。好香啊！哦，啊，真正冰嘞。应该讲，但无干无口味的。啊无顺便真歹食呢，清冰啊，清的安尼啦，嘿啦，啊凉凉啊，你有感觉透真凉哦？来，我讲哦，你看迄边有流青，嘿，有透心凉，水某，水某，有凉无？有凉无？你主要冷静一下，凉个，咱心中爽不爽？好啦，心脏还爽起来了，快起啊！竟然我无时间啊啦！竟然我无时间啊啦，剩点半钟。呀，你手摸摸，搁摕来，我要啉哦。妈妈，这我坑坑的，好，你讲，你2个好啊，行，咱好来，差不多现场啊。爱先行。哎呀，行，啊，无你车顶我拿证，反正我开车，行。好啦，好啦，咱行。人讲哪行，较袂塞车啦。好，哪行？大家好，感谢各位吼，行卡到。
甲大家介绍一下吼，阮是这公司台语台叫做广告 start， 为足侪单位咧做拍广告的。这届委托令呢，就是爱帮板头厝遮去做一个推广。接落来，阮有想到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应该爱先有一个 IP， 会使去互推广出去安尼。所以咧，阮有先想到一个就是水鸡啊。咱来遮即几工嘛，看着讲遮附近吼餐厅，佫有咧卖水鸡汤。嘿，迄伫咱一般的迄个地方吼是较少啊，较少啊。睇哪看？另外是咱遮嘛有一个人口外流的问题，水鸡伊的代表意义是多子多孙，人口较侪。第二吼是讲伊有四通八达，会当互咱交通带大家拢入来，刺激咱地方的迄个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讲用这个水鸡来做代表。这届阮有拍一个影片，互恁会使放伫咧网络宣传，互大家看到这个影片时阵会使来板头厝耍，安尼，所以阮即马就来看影片。传说中伫板头厝社区有一只消息真久的四脚站长，传言的人自从火车停驶了后，就毋捌阁看过伊啊。有人讲因为桥转去，伊袂当转来。有人讲伊早就远走他乡啊，不过村民最近有发现伊的影子。喂，这个站长，你哪会回来啊？因为我爱你。你哪会回来？因为我爱你。你哪会回来啊？因为我。爱你，你来做你做点。你来回来了？因为我爱你。你想回来？我回来啊 ！OK。因阮用的迄个哇，对，因阮用的迄个哇，就是用迄个谐音啊，谐音。明年5日空的时阵，你会通车，所以这嘛是我爱你的谐音啦。我甲伊藏伫咧内底，拢是有意义的。煞来吼，佫有第二个设计。若是讲真正通车了，有人，足侪人来，会来，朋友会来，即马是人客有转来的话，就会使设计几项这种纪念品，互你早转去，先看影片了，再来一一介绍。好，来，我来。3、2 ，Action！ 谁要讲几摆啊？叫你3个要我袂当，你都讲袂听。还是？我的家庭，你是咧教啥啦？要安怎停啦？迄专家互送你去你家，你又想唔到？吼！你上爱食。袂使啦，阮爸爸妈妈管就严的呢。车拢唔好啦，你伫遮来等我来吼。我无恁家，我就罢啦。真正我叫恁啥哦，去。袂歹，伊讲较真好。妈妈，你的去真介高兴。家庭若好咯，家和万事兴啊。板头厝，欢迎大家来佚佗。好，所以阮4个产品伫阮的头前。对，头一个这手机壳，阮就甲这水鸡站长甲印伫咧顶悬。来，你示范一个。来，互恁看，安尼有无？哦，你看。伊若看到就知影，哦，我是伫遮买。若是唔知影的人，感觉伊足高水，就会问伊的朋友，这足高水，你去倒位买的？这你来看，这锁啊。这锁啊，我甲你讲，迄个你用30年用袂歹啦，遮粗啦。这质感就好诶啦。这质感好，咱就是做代志要实在嘛，对不对？是，这材料拢用甲就好诶。拢有实在啦。有细色啦。这个一般时啊吼，咱去迄个世界级的迄个观光的迄个地点吼，像纽约区啊是啥物，拢有迄个冰箱的，冰箱的一个吸石啊，是，佮吸伫迄个冰箱顶悬，顶悬嘛是有咱的这个马具，嘛是有一个火车。接下来就是上天。
阮会有设计2种无同的。有一个圆的甲四角的。是，然后阮会看到这是就是铁架路，水架啊站长伫咧边啊，这就是火车。啊，所来上尾啊，这拖芳石，拖芳石嘛是上重要的。这个材质咧，无就色的时阵，伊会吸水啦。对，伊会吸水，所以讲我就想讲，啊若是安尼的话，阮家己甲这个精油斗做伙，啊若甲滴落去，伊就会。拖芳，对，拖芳出来，拖芳出来，规房间拢是芳味。即阵个古锥，啊，搁是师傅用亲手去画去做的。这是阮的迄个在地。在地，这嘛是家烧。嘿，阮敢会使摕互因。啊，对，会使看卖。看卖一个，摸一个安尼。啊，还有饮料爱上面。啊，对。对。安尼吼，这个啊，对，饮料。你会使？青蛙下蛋。对，粉圆嘛。啥咱没有青蛙下蛋？因为咱今日报告的主题是青蛙啦。嘿啦。恁拢伫树下咧等。啊，青蛙下蛋安尼嘿。你就厉害，什么时阵想的？哦，食着咱的迄个水鸡放两青蛙下面等咧等吼。唔免有压力啦。泡温泉看你的良心啦。好，安尼紧张的时间到啊。是，刷来就是拍分数的部分啦。是。1、2、3，嘿。好，来，下面先开始。快上。好。哦，来。我去哦，这个我爱你这个口号响动咯，吼。足感动。足感动的哦。这个口号真水，我爱你。谢谢。好啊，来，光哥。哦，40分啊。哎呦。我这5万啊，我5万那种希望明年的5年课，恁会当带真正4卡的。真正是。我唔是啦，我若唔是4卡王啊，你叫阮带4卡的。带动 UK 的才对啦。好，带动 UK 啦，系啦。好，感谢光哥。收来。好来， 50分啦。走。60分。这个是青蛙下蛋。哇！你做饮料有用啊？有啊，应该厉害。多谢经理。好，即马已经70分啦，搁有30分是上重要的。所以关键伫倒位？关键伫经理边啊。小改一是哦，邓太太。哦，师母啦，咱叫师母。嘿啦。什么师母？这叫国宝夫人。国宝夫人，你好。参见夫人。对啊。来。师母来。夫人来。国宝夫人来。关键的30分啊。你看阮啊，头前遐就有青蛙刺青啊，所以讲我看到青蛙就足亲切哈。哦，亲切。好。过来就是讲吼，感谢恁吼团队啊，甲阮板头社区行销啊，才好。啊，咁我希望明年的520会能够重现阮板头社区的繁荣啊！好，你10分。感谢。来，姐，请就谢。啊，任务完成啊，饮料有效啦。有效。安尼啦，感谢各位啦吼，谢谢。咱为着板头做将来，大家来拍拼好不好？好。可以斗一头啊，斗一头。喂。多谢大家。其实因创造产品有这个手机的背盖，还有这个相框，还有这个吸胶，会使当人冰箱，吼，还有这个拖箱式这个物件，这4项其实哦，我拢非常介意。我看因的这作品，其实哦，我感觉真一种惊吓，但惊吓唔是讲惊，就讲真惊喜。想要到咱这个团队来做的这个创意，竟然我就想到这种方式结合，尤其是竟然跟4卡有关系。这可能安怎想都想不到。我是咧看影片的时阵，我有看村民安尼，每一个人面上拢有笑容，我就拢有听到哈哈迄个声的，所以我感觉伊是真正就介意这个影片。其实吼，这届的民众较侪，来宾较侪，比我进前的搁较侪，所以讲呢，我就有看每一人的表情，伊拢足认真的，我就感觉。因为因有因的希望，啊，我嘛希望会使甲
因的愿望去甲伊传落去，啊无就是去甲伊宣传出去。所以讲呢，找阮来就对啊，阮就是爱甲即件任务啊，好好甲伊达成安尼。大家地方安尼，大家愿望遮久的一种期待吼，看到希望啊，目睭晶晶安尼，迄我会感动。尤其是因遮拢住伫遮吼，拢住一世人的，突然间讲有一个节目来遮，大家为着因，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做创作，这短这短的时间吼，嘛看到阮遮足拼的，我感觉因的感动，因眼中的迄种看到希望的迄种，是真心的。四卡站长的 IP 故事，若感动村民，嘛互因搁较期待复兴铁桥再度通车的迄一天啦。手机卡、相机、大冰箱的吸石啊，甚至是拖香蕉，到时阵拢爱用到，成为每一位游客拢有的纪念品。看来恁已经是广告公司 top 的员工啊，敢有准备最后一摆的挑战？下一次的任务是国家级的哦。到底是叨一位广告 start 的员工会接这个任务呢？下一回再甲恁讲哦。